违反他的这个军律啊。啊，那个新年开始的专台第一就是甲电先的因为开始将军早先啊。要这个今天啊，咱甲这个弟弟，咱本乡都有一话讲影响大家，大家把握下来啊，这就是你的规矩。不会说你会玩，而不想大家。本乡上三次我今年大家。欢迎平安台南树林街高地点，树林规划将也会大家，建议树林规划后期大家，接着树林规划将北东大家，不树林规划后西关大家。建议委员按调讲大家，这个咱的委员按调委大家，调安大家，但委房大家，建议和大家，要将来到咱全国欢迎咱台南市建筑的人潮回应咱当这个树林街花多老，树林街明安康，树林街福阳，佛头街玉福阳，佛头街古福阳，佛头街英福树，南州福安门，玉合街花福庙，玉合街乱台大基金华乡。主建在关心民政的民政乡，台基天河公园，台基高文乡，台基家小南乡，中华新头庙，南美安安乡，小田华之南头乡，就了在上面。这边三高中国水城乡，要交流咱台南市议会代表会市长代表，要交流咱台南市市政府民政局长陈光山代表。要这个咱有关规划是规定大家，要这个咱有关规划按定规大家，要这个咱市管就规管大家，要这个咱市管大规管大家。要这个咱市管上报大家，要这个咱新加坡古建有修习大家，要这个咱乡村古建有跟建筑大家，要这个咱一位在大家。要将关台古建在天河乡树林之外3年7要听到咱北港条件乡当处有关经济大家，
要这个歌谣ของยักษ์ยิ้มเมื่ออ่านยองทำผู้เที่ยวผู้สายไปเดียว要这个花头太平，多点规划及富贵太平。要这个在马雅士跟真言多点规划安太平。要这个叫花水草跟长光回双水秀，七分二太平。要这个发起。家庭哥哥跟大家光伟都伟秀，三生几个包丢了口气，当指定跟规划要这个都伟秀，以前后这个花学华学来要这个都伟秀，当现中。要将这个中国秀标示化来源，要将这个中国秀将语录的我和新闻国际双协力安秀，最好要将大新俩在中间分中规划。